歡迎收睇 SL886財經頻道。今日為大家介紹預見小面嘅 IPO 招股消息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SL886財經快訊。今日為大家介紹一隻即將上市嘅新股，預見小面，股票代號2408。呢隻被稱為中式面館第一股嘅公司，正式啟動招股，吸引咗唔少重量級投資者關注。預見小面呢次全球發售9700幾萬股，每股發售價介乎5.6毫4至7.04，每手500股，入場費最多3556港元，預計募集淨額最多去到6億8500萬港元。最引人注目嘅係佢嘅基石投資者陣容，包括咗消費投資王者高瓴資本、餐飲龍頭海底撈，仲有君怡資本、成盈投資同 Citerfund 等。呢個陣容包括頂級私募戰略產業資本同知名長線基金，實力非常雄厚。再講市場前景，根據弗約斯特沙利文報告，川渝風味麵館市場預計喺2029年會達到1338億人民幣，2025至2029年嘅年複合增長率去到13.2%，呢個增速係明顯高過其他細分市場。睇返業績表現，2022年至2024年，預見小面嘅營收由4億1800萬增長到11億5400萬，年複合增長率高達66.16%。今年上半年，營收同經調整淨利潤增速分別係33.8%同131.56%，利潤率大幅提升。預見小面已經進軍香港市場，目前有7間直營餐廳。香港店嘅表現特別突出，經營利潤率達到21.8%，大幅領先內地市場。佢哋嘅新加坡首店亦都預計喺今年12月正式開業，為公司打開更大嘅增長空間。總結返預見小面嘅投資邏輯：第一，川渝風味麵館係高增長細分賽道；第二，多元化經營模式提升頻次同穩定性；第三，業績快速增長，證明商業模式可行；第四，海外市場拓展提供新增長曲線。呢4大因素支撐佢嘅長期投資價值。以上就係預見小面 IPO 嘅詳細分析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港股 IPO 同埋投資分析，記得訂閱 SL886財經頻道，開啟通知鐘。我哋下次再見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更多投資資訊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免責聲明：內容並非投資意見，亦不構成任何投資產品之要約招攬或建議。即刻上 SL886.com 啦！